师傅，您懂什么是爱吗？女孩是一名重度恋爱脑患者，也是昆曲掌门接班人，正准备演出，突然男友不敲门就窜了进来，哭哧一下拿出9块9包邮的大钻戒和大额假发票，就跪求今晚跟他私奔。你跟我一起去南方发展好不好？但同时就在今夜，师傅刚为他争取了有可能代表国家出演的机会。晚上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这是你登上新台阶的一个好机会。女孩离成功马上就差一小步，所以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眼见大钻戒这招不行，马上又以退为进。没关系，不管你的决定如何，这戒指都是你的。女孩感动了，小心翼翼地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段时日。今天演出真的挺重要的。我等你。不管你的决定如何，我都尊重。哪怕我在车站没有等到你，我都祝福你，祝你早日成绝。男友堵住她接下来要说的话，上演完她的苦情戏，马上撤离，防止女孩说出自己的难处，让她体谅。接着又故意在女孩演出的关键处，当着她的面起身离场。女孩看到了心爱的小宝贝离场，居然在演出卡了壳。他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失误过。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原来师傅用50年的声誉做担保给他铺路。白师傅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也知道想获得蒙特卡洛戏剧节的名额，那得有多难。这可是代表国家去的，没点真本事，哼，可攥不住这机会啊！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，求您了。可惜就被他这样的恋爱脑和渣男的美人计浪费了。但师傅只是可惜了，问了他一句：知道吗？人生有几次像这样的机会？师傅，我不想要这个机会。我恋爱了，他叫承诺，我要跟他走。混账！师傅，您唱了一辈子的白蛇，您懂什么是爱吗？直到我恋爱了，我才明白那种超越生死、冲破世俗的热烈。今天我就铁了心要下这峨眉仙山，这才是白素贞应有的人生。你早晚都会后悔的。接着不顾一切冲向男人的怀抱。我只有你一个人。但放弃一切得来的爱情，你猜怎么着？没多久，这深情的男友就不演了，并欠下了大量的赌债，还倒打了一耙。不赌啊，拿什么养你？不赌怎么带你出去吃喝玩乐？我当初为了你背叛师门，我图的是你这个人，我图的是你真心对我好。别用那些戏文的词儿恶心我。你伟大，你牺牲，我也牺牲。我的青春不是青春吗？此刻，恋爱脑终于醒悟，把他的9块9的大钻戒摔在桌子上，拖着行李箱就要往外冲。可随之，这个渣渣再次暴击恋爱脑。你还有脸回去吗？你背叛师门，偷了伞，卖了伞，你有什么脸回去啊？你偷了师傅的春和白玉灯，你给我赎回来！你给我赎回来！你给我赎回来！撒开！早知道你是个赔钱货，我当初就不该带着你。但这还不是最惨，恋爱脑最终还沦落成为了杀人嫌疑犯。